大家好，今日係7月30號，我係盧婉霞，而家為大家帶嚟晚上嘅新聞簡報。聯邦內政部長博克表示，網絡安全監管機構向通訊平台 Telegram 採取法律行動，值得所有澳洲人警惕。網絡安全專員指控 Telegram 舊年未有及時移除平台上10幾段涉及恐怖分子處決人質同埋大型槍擊事件嘅影片，因此入稟法院。總部位於杜拜，擁有超過10億名活躍用戶嘅 Telegram 否認有關指控，表示將會喺法庭上抗辯。如果平台被裁定違反相關規定，最高可以被罰款5440萬元。工黨國會議員郭斯林因為涉嫌襲擊北領地首席部長康樂利，被警方拘捕。現年54歲嘅郭斯林被指喺今個月初喺達爾文舉行嘅北領地泰國文化節期間涉嫌襲擊康樂利。郭斯林嘅代表律師奧斯特就表示，佢嘅當事人否認所有指控，會抗辯到底。佢又質疑警方冇必要上門拘捕，認為事件嘅執法方式令人關注，懷疑存在一定程度嘅政治動機。澳洲通訊與媒體管理局入稟聯邦法院，控告電訊商 Optus 喺舊年9月緊急電話服務大規模嘅故障期間，超過1000次違反2項唔同嘅法定責任。喺歷時超過12個鐘嘅事故裏面，幾百名嘅用戶冇辦法致電000緊急熱線，而多宗死亡個案亦都被指同事故有關。作為本地第2大嘅電訊商，每項違規最高可以被罰款25萬。Optus 喺聲明裏面表示，由於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唔方便評論，但強調公司正投資提升網絡嘅穩定性。而家同大家轉睇一啲嘅國際消息。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經對伊朗發動新一輪嘅空襲，以回應早前向約旦境內嘅美軍基地發射飛彈。伊朗革命衛隊表示，星期三突襲薩爾提空軍基地係報復美軍早前對伊朗發動空襲。特朗普喺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表示，仍然願意透過談判解決爭端，但現階段必須對伊朗嘅襲擊作出回應。而聯合國就呼籲各方重返談判桌，避免中東局勢進一步惡化。聯合國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擔心，如果各方未能夠重啟談判，戰火將會蔓延到更多國家，令局勢更加緊張。SBS 電台新聞報導，繼續同大家睇下國際消息。日本熊本縣喺星期二發生，長官表示地震嘅死亡人數已經增加去到28人。目前仍然有超過1萬人喺415個避難中心避難。廳表示，災區嘅氣溫持續攀升，日間有機會升到35度，屬於極端高溫天氣。當局已經發布中暑預警。而家返嚟繼續同大家睇下本地消息。為咗控制開支，聯邦政府計劃 IS 裏面移除超過10萬職，政府冇制定計劃應對勞動市場嘅影響。國會委員會今日喺坎培拉就法案舉行聽證會。綠黨嘅參議員斯蒂爾約翰就批評政府是兒童性侵案受害者同埋幸存者道歉。州長卡羅爾喺議會表示，政府就當年嘅罪行、制度失誤同埋對受害者同家屬造成嘅深遠影響正式致歉。佢指政府冇辦法挽回過去造成嘅傷害，但會吸取教訓，繼續加強維州公立學校嘅轉睇一啲中港台嘅消息。中國國家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被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中級人民體育消息。澳洲足協表示，已經要求國際足協提供更加多嘅資料，了解成立新附屬公司管理世界盃同埋其他足協賽。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照最高溫度20。睇下聽日澳洲各大城市嘅天氣預報。阿德雷德大致多雲，最高溫度14度；墨爾本陽光普照，最高溫度13度；荷伯特大致天晴，最高溫度14度；柏斯陽光普照，最高溫度22度；坎培拉都係陽光普照，最高溫度13度；而雪梨都係陽光普照，最高溫度16度；布里斯本陽光普照，最高溫度21度；最後係達爾文都係陽光普照，最高溫度32度。A new life in Australia. 同天氣已經報導完畢。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